那谁大爷的，刚谁大啥这个这一个了，一把他。啦。哦，光谁大手那，这这个现在了谁大手那谁大爷的，刚谁大啥这个，谁大啥这个这一个了，一把他。老师，有选。哎，同学们，有钱了，先得些他了，先大啥这个，呀，这一个一米钱。咱姥姥当家的什么都。我的。啊，对了。一把是别的的车，一把他，我叫个呀，这一把他，马上别的人追嘛，别的人不车，一把他，我叫个这一把他，哎，谁来个别的的车，别的人我叫个一把他，啊，谁来个别的的车，别的人我叫一把他，干什么？你把对起来这个语音把它来。一把谁别的的缺点，一把谁别的的缺点，一把他，一把谁别的的缺点，你们想到的是。这到大门了，你们想到的，咱这把这个点就不得缺，他现在就不讲了，现在去，毕竟那个爬墙，现在去，买一把，现在去买一把的，特别是他们应该知道，这些国里，